魔童錫晒方面儀，靚到流口水啊！哇，好多人咁啊！蒙晒面咁，好唔見得人咩？1、2、3。雖然好多都係 TBB 伴將嚟投靠魔童，雖然係咁開劇，但你個免費電視牌照未到手㗎。尋日仲晒馬死撐。個牌其實好我諗尾聲㗎啦，即係應該 OK 晒，已經我諗都係等緊啲好點講一啲細節上嘅嘢。咁我哋其實我哋想佢唔好咁快出嘅，即係起碼有2-300個鐘嘅倉嘅個貨咧，我哋先可以開。地傳要求先打 Botox 瘦面先可以拍劇嘅方面儀都喺度。梗係冇啦！我叫佢教，我係話叫佢教我點樣飲紅酒，即係已經靚到係。即係流晒口水啊！點解仲需要打波？梗係唔需要啦。新老闆咁體貼員工，唔怪得知連那誰啊都碌埋過嚟啦。同 TVB 比啊，好難比喎，加2-3隻零到啦。因為 TVB 而家你幫我做嘢係俾封利是你1嚿水噶嘛。哇，仲少過開工利是喎，TBB 檢討下啦。